再来看，针对国民党总调鲍坤基提出的花东交通三法，早期有环保团体是指出讲，嫌实际的环境评估甲社会沟通拢无，敢有实际需要嘛无了解，因呼吁应该按心来听在地民众的心声。 实质解决地方需求，实质解决地方需求，撤回虚妄交通三法，撤回虚妄交通三法。国会改革法案的审议，即阵引起侪人烦恼国会扩权，但反团更较关心国民党鲍坤基提出的花东交通三法，未来有可能会成为国会扩权的新战场。这三案不止无做好环评，无甲社会详细讨论，嘛无符合实际的需求。地区公民基金会今仔日甲花东的居民同齐召开记者会，在地居民指出，交通方便实际上嘛互花东的厝价甲物价来提悬。说真的，这几年因为某一种交通便利，其实让我们当地的房价越来越高。然后第二个是，大家来住花东这边，只要面海的，只要靠山的，它接下来的房价就会很高。花东三法包括环岛高铁、花东快速道路、国道6号向东延长到花莲，这三个草案，国民党认为交通三法会当来帮助东部的发展，尤其是促进观光。地区公民基金会长期伫咧花莲的观察，认为花东唔是只有观光业，而且对地动了后的状况，会当看出目前花莲的观光产业无够有韧性。那真正要改善发展，对产业方面去做，会更加有帮助。一个地震就把这些观光的游客给震跑了，很明显呈现出来说，这个花莲的当前的发展模式，这个素食是大量游客的观光模式是没有韧性的。另外，为着集结公民的力量，反团嘛为这三案发起联署，望大家做伙来关注。因讲因唔是反对开发，但是希望每一个开发案拢会当慎重来讨论，符合实际需求，才会当真正改善问题。记者王可选、柯平在台北报道。